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吼。有知道也去当到客家嘅景点，比如讲乜嘅客家文化园区啊，客家乜嘅馆啊，其實全部都有一隻展覽嘅素材，底部展覽嘅東西可能就係老頭擺用嘅成法嘅東西就係古文物，也係講頭擺嘅工藝品。不過大家有知道也係件當奇怪嘅事情冇？也平常時可能第30年、40年、50年、60年以前，也就係喺成法當中看得到嘅東西呀，也係用來到也博物館地度，就係因為一啲東西已經冇人會用，也係講冇人曉做嘅。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小結哦，當到種嘅頭擺輕巧嘅工藝，還個適合到日本書地度，係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出版的這本《九宮淬煉桃園客家百工百業嘅16地度，全部就要來同大家來小結。故所今日節目當中，要當榮幸來邀請到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嘅局長何明光來到節目當中，細細嘅嘅來分享局長分享。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何明光。好，歡迎局長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來賓係講，還個有動後生係桃園市政府客家基金會嘅人員，歡迎。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文化基金會葉明偉。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係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其實我自家看呢，我知道，哇！原來暗地嘅事情有咁多，比如講，我之後也係有一些嘅像係記錄啊、新聞是按用嘅書，同大家來做當層嘅小結，當產業嘅小結各項工業。嗰時我咪想來請問一下局長，你自家看嘅一本書，你知道也係一本用嘅書？哦，按桃園市吼，客家人口係全國最多嘅，有85萬。185萬嘅客家人不得了，嘅人才當多，尤其百工百業吼，當多嘅人才吼，當強嘅工藝，所以你嚟做呢本書，桃園客家百工百業，九宮淬煉吼，我哋喺數落9種嘅行業，係冇唔錯，有10位嘅專家吼，像竹編工藝，竹編呢，劉雲乾先生，劉雲乾先生，做香嘅吼，有金偉，還有林慶儀兩位師傅，打鐵師傅彭強之，做客家美食吼廖九雲先生，還有茶米產業吼林文基先生，還有做嘅石頭嘅樹嘅做嘅吼。劉文珍先生，還有客家白人吼，個嚴明英先生，還有個裁縫師傅，吼，蒼貴聰先生，哇，還有做嘅個家具吼，戴阿魯嘅羅師傅，仲有也10位當強嘅嘅專業吼，9種行業，10位牛人、男人，到底也本書地都同大家來小結。家下局長按用講啊，其實我相信當到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有啲可能有了解一條工藝，有到幾種時嘅生活環境當中，不過係講像我8年前呢，我當我係真嘅冇看過冇用過嘅，用乜嘅竹編嘅東西，我就用塑膠呀，對不對？嗰時也地過幾件當到東西，冇啲人嘅生活當中嘅，不過一條工藝係非常不得了，係老祖公家條嘅智慧。其中我印象當中嘅就係我地都有看到做香嘅。佢唔但唱頭前有些故事同大家來小結哦，講下牛年嘅故事啊，形容嘅要開一件店嘅啊，還有同大家記錄講，上來讓香係用嘅來做成嘅，我就知道哇，原來拜當家用到嘅香係按用做嘅哦，我用它這個材質流程啊，全部講文大家談一遍哈。第一個是購買材料磨成香粉，第二係確保未摻雜質，因為嘅愛白嘅，故所聽說愛當香，品質愛當好。接下來加入植物性香料調整比例，
反正就会动刀啦。你看，伊柜面的呀，底度嘅全部就唔伫迄按用做嘅。故说也係經過動刀時間嘅，包含填調、包含記錄，這種的寫出來的東西，韓國人還有看到伊咧係香。底下面有縫縫嘅咩？大概拿點白白書就會縫縫，哎，用嘅茶壺寫東叫這樣寫嘅。又有看到日本書嘅內容，佢講佢係用嘅火龍果做嘅。火龍果嘅水來做嘅，嗰時候其實呀，底度有些嘅非常多嘅內容，韓國內容嘅故事，全部就係經過當長時間嘅上網去熟悉邊度資料，這樣做嚟寫出一本書。嗰時候一本書按到9宮淬煉，做乜嘅一本書要按到9宮淬煉咯？哦，我想係吼，一則專業吼，像係學士誒。全部3年4年，這樣做就出事。冇唔錯，要上市還好唔上哦。來看也全部嘅專業吼，超過8年10年，還有一生人全部做藥行，留到2胎3胎，按來做，所以真正係職業達人，冇簡單。所以安尼哋呢用9宮淬煉嘅名嘅吼，出最強嘅、最不得了嘅。要花研究嘅時間，漳州嘅老藥行工藝發展都很好，對不對？韓國其實其中我有看到係有客家八音，客家八音咩係以後都不得了，咩同客家都有相關嘅藥行工藝。哦，八音對曲種來講有乜嘅特別嘅記憶冇？應該係細個吼，喺八音唱，也係做平安戲，就會聽到哦。那個心裡就很雀躍哈，因為動腦呢，那個感覺啊，叫我糖豆這個我哋下一糖豆也出按出啲啊，客家人的感覺就轉來，所以有按樣感受。我記得去年我哋去嘅機場嘅航廈，用客家八音嘅採接哇不得了，那個外國客人或者。這個我們他個東方戲，哇，在機場裡面聽到客家八音，冇簡單。因為對外國人來講，佢都可能冇識看過安陽嘅表演、安陽嘅演出、安陽嘅音樂，就真代表人客家。韓國尤其又係八音，聽到這個嘅感覺要來。真係韓國人嚇，因為平常時有聽到八音冇？較少，不過一下因為你客家文化基金會，然後老師傅佢都有動到嘅發通，嗰時候越來越多就做得本你後生人都聽到，做得來聽到，錯冇？嗰時候其實你看，佢種就對亞地都嘅八音動有興趣，也係講動有記憶，很有感覺啦。我們講法語按樣講，對不對？嗰時候其實也得頭擺嘅工藝，層感通動到頭擺嘅人，老師嘅人，因為佢也就會記下到成番當中發生嘅事情。嗰時候也擺出一本書，大家有看到嗬，封面非常的漂亮，還畫嘅圖啊，然後9項嘅紅葉全部就畫到底度，唔單唱出一本精彩有相片又有文字，韓國又做到動獎嘅書以外，還有其他周邊嘅產品咩供應會來發行從冇？比如講有哪條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基金會唔單唱有做專書，也有紀錄片。紀錄片，透過影響老文史，然後拉到傳人專家介紹本大家，然後那隻文化也介紹本大家。你裡面有客家只是福建嘅課程哦，有客種勢力行，就係圖大家向下去客種了，還有八公八亞嘅經驗演習。研習就對了，係上課就對了，就做得去家做，客家的工藝，去家做嘅。對，其實你家下講動作，唔講地圖有動作嘅內容，你家可以講乜嘅主編、側編，還有乜嘅？就做衫呢，就真的做衫。嗰時候有一些做得去體驗，它像是 DIY 的感覺。唔過你堂側編呀，地圖沒有側編師傅呢，係有請到佢本人去上課冇？這邊嘅唔係唔過有的係從採風師參歸從先生，就係自家去教大家做藍衫。
古說也啲都地杯嘅年人啊，有的係會去到也研習來上課，同大家分享幾下條嘅經驗，錯冇？係。家係要講到紀錄片，其實一般人當多人好看文史，當多人用文史就做得自家腦筋地度去想象畫面，唔過係真見有一個畫面，有一個紀錄片做得看嘅話，佢會本人有很較深刻嘅印象。而家佢就來看一些台嘅紀錄片嘅印象。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第2018年收集了白宮幫業嘅人才資料，記錄了各式傳統技藝。希望透過影像，讓更加多嘅民眾來認識客家藝術，老了到背後蘊藏嘅生活智慧。好，古時候有看到吼，也影像化韓國係紀錄片嘅方式，就係冇共用哦。古時候也唔單止有一本書之外，還有紀錄片好看，還有一研習課好上。古時候講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佢就真經想要去參加嘅 DIY 嘅法，用嚟來參加。做得去你嘅網絡上官網上，你就會不用，係不用上去，就做得報名參加。古時候其實有本書，真來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想要買到用嘅來買，細細格格請邱總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好，一本書吼，同國泰嘅書店吼都有賣，網絡書店也有，那我想也係當好嘅書，希望大家來分享。冇唔錯，也邱總今日嘅親自來到福喜來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九宮翠蓮》。古時候咩？當時問邱總也同節目來到節目當中，謝謝。休息一下，下一台還有哪個一位鳥人愛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嘅故事哦。大家要進到福喜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一本書《九宮翠蓮》係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來出版嘅書。第八講嘅當中啊，也老師嘅工藝，我同大家來分享。唔過節目當中還有另外一位來賓，我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哦。細細嘅角來分享要做版嚟嘅內容哦，分享了叫人了太子分享。出錢以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請歡喜來到呢個節目。好，分享了太子來到節目當中，等下就會邀請到人來同大家來繼續分享哦。唔過家下人送一台有講到吼，其實除咗一本書以外，還個除咗也紀錄片啊、研習啊、也上課以外，還有另外一項東西係邱總特別想到講愛同也鄉親朋友來分享嘅，就係也年曆，對不對？做乜嘅愛想到講也用也白宮幫業來再個來出年曆，還個做到咩非常非常嘅精緻，也當個咩有當到也工藝嘅師傅也得到地度，對不對？因為嗰時節你做專屬老嘅紀錄片，嗰時候也為過年咧，你邱總非常嘅用心，就想你就做得用倆幾位專家，對，一條年年嘅相片，就做一本月曆。對，當都好，因為講係過年嘅時節來發行嘅，古時候搭批到呀年啦，都好就做得送本大家，真嘅。古時候其實有本書地度啊，有非常多年人嘅故事，今日節目當中咩特別邀請到年人哈來到呢節目當中，唔過也按到嘅行業，剛剛一開始邱總咩有講到啊，桃園市按到客家人，地度有非常非常多嘅行業，做乜嘅拓到也9種咯，也係用嚟拓出來嘅。嗰時節你去進桃園地區，有眾多嘅行業，你從50人隻行業地度去拓50人隻，50人為年係，你就最尾就存60天，你當苦惱。對，因為其實行業按到，人咩按到，專家按到，我用嘅套裝套嘅出也掉現出來。你就想係塊為實傳嘅
行业开始，因为当到你想要保存下来，掠到客家嘅工艺，对，比如说。这样尽显突出对50-63年突出也亲密嘅也按多少年同大家来分享佢哋老師嘅工業、老師嘅工藝，韓國其實也係幾件當少年好唔嘅。不過其實就像我一開始沒有講到，也地圖啊，當到內容全部就像係記錄式，韓國已經寫到清楚到有一些嚟從這個人物的記傳，故說也地包有懂到事情是需要考證的，是需要去調查的，你要得花幾多時間做下規個調查，太快。幾十年，你有請資去訪問幾條？有去家去訪問幾條？哦，嗰時候你要得去家去到嘅朋友嘛，個係你印象當中嘅嘛，因為你們同我差唔多年紀，韓國可能係比我還較細。同大家，你看到一條東西，同大家分享一下去家嘅感想。本我印象最深嘅係戴阿魯先生阿伯，嘿阿伯，佢做做嘅家器嘅，因為佢就做到天來行哦，就自家各族嘅啊，還有零沙就做到順條，然後佢打嘴鼓，佢就自家做族嘅咁樣，哇，嗰時候懂神氣啦，我想。佢咧做足嘅就係佢生活嘅一部分咧，有所本來印象當成。如果佢做嘅家器可能你咩冇用過哦，係頭擺用。我頭過啊，我媽媽攏愛講，因為我看過佢做嘅家器，嗰種有買一種燈嘅裝戲，嗰種燈嘅動貼片就係你做得錯，新年咪做得反過來，新年就做得錯下去。當做餐桌，真的呀，順條啊做得搞，係啊，我買這些，我媽媽就啷來講，4年前阿婆沒有買過，哇，共用嘅。嗰時也就係當好嘅傳承啊！因為透過一本書，本人也愛好上嘅人了解到啊，原來也家器係按樣做嘅，原來我阿婆50年前沒有用過共用嘅東西，對不對？唔過像你係對呀做嘅家器當有興趣，我就同他冇共用，我就對呀客家嘅版嚟當有興趣啦哈。嗰時候聊太前，佢已經答應哇，按到版呢來到節目當中，阿佢每日看到後來水就會流出來，形容下啊頭版人咩有講一地板當3碗飯，係錯。做乜嘅一地板做嚟當3碗飯啊？因為要清爆肚啊，係，所以吼，都是要清爆。哦，原來係按呢，嗰時候一地板做嚟當3碗飯。哦，唔過吼，其實也板呢同客家人嘅生活係連做強下嘅。頭班人讀到乜嘅節就一生乜嘅辦，嗰時候人家下就來搶呀，聊太極同大家來實實笑嘅，看我像你過年愛食發辦呐，錯，你還是搶名啦吼，搶名會多嘞，過年過一的，接連是搶名，所以現你還當當也是聽個夜班。啊，哦，搶名愛食夜班，做乜嘅搶名愛食夜班？因為個夜吼做得辟邪啦。哦，嗰時候搶名，對，搶名時節，韓國可能會鹹鹹的味道呀。這個端午節很多蛇蟲會出來，嗰時候會食夜班。對，夜班，韓國叫發班。發班啊，搶名沒愛食發班。韓國叫鳳班。搶名愛食發班、夜班、鳳班。好，記得嘞。還有鳳卵。哦，鳳卵，愛啲。對。鳳卵，哇，嗰時候也同你生活相關有關。做乜解沒愛食鳳班啊？鳳班佢，可能當輩有隻鬼嘢哈。啊，還有一隻書，寫長壽的壽。對，很多紅古粿哈。哎，你嘅台中嘅片有人講新店版啊，對不對？另外一種嘅甜點的時節，也就用來嘅，愛食新店版。啊，還有頭版，還有頭版，對，還有前版，前版都那邊沒有啊？前版。不是旁邊，在旁邊，跟住前版呀，係跟前版呀，就係前版，原來係按呢，嗰時候還有前版，就都亞當過，都亞當過，對，啊，嗰時候前版係乜嘅時節我用嘅？甜點
发菜啊，甜点发菜就爱来说前半就炒嘅，哇！古說撒下來喏，還有乜嘅節慶愛什麼嘅辦呢？過的是五月節是半鐘，所以用2包。半鐘，五月節，聽錯愛說半鐘係？半鐘唔係2千少元1包。做得冇？一般嘅鐘嘅糯米鐘做得冇？做得啦，糯米鐘是最普遍的啦。哦，好，含半鐘2千少元1包。包到好食，半鐘切咗用了9姜入去包。9姜入去包，再講撒下來喏，冇叫用嘅節氣。咩？還有雞粽啊？雞粽對啦，你喜歡吃對不對？雞粽大家都懂冇包嘅，冇包嘅，點解都冇包嘅？點解都包鳳條咩先好食？包鳳條咩好食？對，嗰時候其實一般你真係同客家人嘅生活當中。非常有關聯，像愛去個青好食菜包，菜包平常是做得吃的，平常就做得吃，但是平常係咩夜班都是菜包，夜班愛食菜包，哦，給了太緊，去個安徽做飯呢，去個青好食乜嘅飯？我大眾都好食，真的呀，你米其木係我最好食的，米其木係青好食嘅，根本你現場沒有要做米其木嘅，即係那麼個米其木標，因為要做米其木啊，其實愛留嘅板車係用冰落去，係要擦，哦，要通常人都擦，擦米其木，哦，就相當嘅頭擺，啲也沒有你嘅四重地度，我青好食嘅白呢米其木，哎呦，嘅同事即係送到頭來水就會流出來，實在有拉好食。我說呀，頭擺做米其木就會用按用做誒，都一下你還係繼續用按用擦。你睇香港全部賣米其木用機器啦，對，當到就用機器嘅方式來擦。機器擦咧嗬，看到冇按好食。你按用擦咧嗬，專業師傅擦咧嗬，鬆條醬，手感不一樣。鬆條醬，鬆條醬係乜嘅意思？表示嗬，你擦咧功夫要多加。哦，原來係安尼，我冇啲按專業嘅部分，唔過我搶啲學嘅機器擦出來嘅，到條就咁樣長，食起來都冇乜嘅口感。唔過人食起來，又長又短又 Q， 哎呦，食起來就非常有口感。故所也就係人講嘅，雖然科技當發達當進步，唔過也用手工做嘅感覺還係比唔過去吼。對，故所也就係一本書，記錄也按到牛年輕重要嘅部分。唔過其實吼，聽講了太近，你做按到辦嘅，按專門。唔過其實你笨蛋唔可以做辦嘅。哦，佢擺不卡佢弄見啦，哈。我係到最細晚所以冇學到呢條東西。故所你頭擺係唔是做辦嘅？唔是，哦，乜嘢都唔是做。哦，故所。喺後生來用嘅會開始來開店啊，還個做按到辦嘅啊，還做到變牛人，還做得上一本書嘅啲故事係乜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好，今日阿權妹吼，啲福起來嘅節目當中，除咗做吃貨以外，還可以做文青。咁我梗係按你講，因為今日呢個節目地都係同大家紹介一本書啊，我都就講出嚟咧，一本書地都啊，用係青好色嘅版嘅。今日咩有請到要做版嘅嘅牛人來到節目當中，就係按你聊太子。剛剛上一段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吼，其實你一開始。唔係做辦嘅，唔係，咩冇學過做辦？沒有。咁樣嘅會開啊做辦嚟嘅店嘛？頭擺從細嗬，因為我家開農店，媽媽啲就當會做嗬。啊，因為有當到米，農店就有當到米。對，耳濡目染。結婚過啊，因為當到阿姑阿叔嘅嗬，小陽姑啊親到，記得上課轉來是不請店先食，是想辦法，後邊有催人，這催人。雜蟲嘅啦，你睇哈，玻璃碴啦，做煎餅你睇哈，還是包水餃啦。我媽媽嘅用米哈是，家家去拿條米轉來，炒米其木啦那天啊，還平常是包半人啦，韓國了包了條粗嘅板，條擺粗嘅板很難，你搶命這樣就粗嘅好炸，你還咩？你還做成你是這個有種啊。有種就，乜嘅時間就有。咁
你清明有冇想要真进来可以见掉？因为头前你是喺做本去家不看认识听听啊。因为上班的时间哈，比如讲还把暑假，我是过年过节，大家喝春酒啦。哦。校长要嫌大家年初七啦，其实是去学校，我是要带甜班去炸本大家吃。嘿。炸那个煎年糕啊，哇，炸年糕啊，哈。很平常呢，做个么个糖糍啊，牛温水，牛温水，有汤过嘛？有爱的。对，炒米糍木啊，跟同事是，大家是讲，你做饭按好吃，做饭该根本做不了事，大家是都排泄啦，是个你又唔可以点的啊，嗰时候就按你就可以点的，没。哦，还没有一直摸心肝上去开啦。后来是汤朋友来讲，来比就买客家的办的哈。不过冇要做爱亲手事啦。你自家就会做的呀。那就讲冇亲好事啦。是当爱以后讲当好事。所以有点信心啦哈。刚下就上过中视2台的节目炒个蒜香小炒，做科那苹果花，那电视台一直邀请我去，后来退休上按多岁嘞，65岁样退休了，退休像讲按宴，刚才都这个屋旁边开间设计间的工作室，好高啦，按有你。好搞就变到哪个年呢？还做得来出事。韩国其实做班呢，你做下啲路做些，其实是一件都辛苦的事情。大家是讲真辛苦，我係冇感覺。你用嘅會冇感覺咯？因為頭擺全部要太做，要用農行啦，要做嘅啦都要少。你還有那個瓦斯公司，要有那個電力公司。嘛，该都煮片片哈，知道东风片，中二自家去聊聊是弱势啦。是爱做饭维持呀传统的方式。故说你做饭呢，还用对米开始做。对。用米，然后要经过那个是磨，是不是？要先洗。洗过。要先淘米啦。淘米还要先淘过。米要淘好的哈。上选的米哦哈，韩国洗米，还有那个比例呀。做饭的每一个比例嘛，因为冇用种的米，有的要用糯米，有的要用再来米，对不对？再来米是做个5个半啦，5个半，冇是吹条半，糯米是做7、8啦，其他的半全部要用泡，比例。哇，嗰时可能一部分糯米，3股泡，嘿。你不说本也是都胃肠还好哈，我们几乎都用吃饭的米。因为大家讲嘛，个糯米稀会伤身体，糯米稀对不对？中毒啊！故说你就用黑豆的位一般色的米，用黑色的位用黑色的位糯米，用糯米稀就唔会按到。对，原来系按呢。故说亚豆东西都系亚了解自己自家有嘅比例哦，韩国用自家嘅脑筋有去创意，唔单枪按呢，还有新的版的自家来发想，自家来创作的系比如讲像亚版的。应该完全没看过，也是一条花生酱，花生酱，真的假的？你有吃过？仁伟有吃过？有。哦，也是了太紧吃咖饭的，也底部包嘛个？包剃条啦，剃条哈，自家去搅的，是像花生酱用啦。对，除了也因为还有其他了太紧，还有个。比如发讲你西文西草哈，西文西草嘅客家真有名嘅西文西草，将cái菜哈融入到你飯底部度。哈，西文西草咪出汁色嘅，用嘅不用到飯嘅地度啊。像cái鹹菜啊哈，那個酸菜包啊，對，cái鹹菜哈是老給包到個鹹菜包嘅，還個筍呢是包到個南瓜包。南瓜筍包，故說係用西文西草當做你發想嘅這個 idea，然後佢變到辦嘅地度。
哇，腌了迄按钮，还有炒肉啊，炒肉有包落去嘛？有啊，炒肉是炒到该醋的半底不多。醋的半底肚包炒肉，哇塞，糖都流蓝水就会流出来耶。古时其实日本书里肚啊，唔但像小姐家头嘅故事，小姐了太自己用嘅做饭咧，还有讲也当详细嘅做法，比如讲鸦片系讲也做米奇木嘅做法，也对体红师眼就会看唔识咧。他说从磨米压制成板脆，板脆是什么呢？板脆哈，就是很多客家方用嘅讲，拌车啦，拌车，有糖嘅妈妈讲过，拌车，干都拌碎啦，拌车，拌车，和平常做饭系那种拌嘛，拌嘛，拌车同拌嘛嘅相差到哪片？拌车是迄个拌碎，和个拌嘛系模板。模板怎么办？好难哦，仁伟，你听得懂吗？个拌嘛哈，个切破哈，让去杀，加落拌嘛。去碌高很多拌嘛。个米奇木个拌嘛冇共用哦。哦，还冇共用。嗰時候呀，全部就係非常專業嘅部分。對，紅門啦，係紅門。嗰時候了解住你第一案度，你了解案度，上案度，做案度，你完全都唔會吃到咁辛苦。唔會咧。起碼嘅力量，不會吃到講你要天操去繼續做下去。因為兒孫哈真乖，我個這年老孫咧哈，下頭全部真乖，真乖，為咗再傳下去啊，你阿奶幸福沒幸福啊，福清妹咧，哇，都好，青出於藍勝於藍，對，本地水來人工水，我前一個嘅好個嘅，師傅吧，然後就攞佢點出來，青出於藍勝於藍，你阿妹做到真好，佢你阿妹研發青島哈，想要做嘅東西。嗰時候其實也係唔但將自己做到都好，還攞一項技術攞佢傳下去，有傳人呢。有。對，嗰時候你看人講按度辦呢，就已經按度紅門呢，還看唔是講喺其他嘅有一工藝啊，加下一開始我們的人為沒有講到過，要做作邊呢，要在阿伯講了，加下講佢70歲嘅錯冇。對，80歲年紀非常嘅大，韓國佢做嘅工藝，從你自己來看，我看到佢做嘅動作係有絲嘅。哦，咁係啷個意咧？阿爸，係竹編嘅，竹編嘅，係佢很多劉雲泉，劉雲泉阿爸佢做嘅竹編，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佢嘅工藝。好啊，佢從細佢係用模人，就桃園嘅用模人，佢18歲嘅時節，佢老阿爸叫我去種茶。哦，種茶同竹編沒有相關哦。係，也過後也係奶水師傅，都冇老竹編相關。不過嗰時節佢就會去山洞啊，去看按度嘅竹嘅，佢就自家拿針去做竹嘅嘅東西。哇，嗰時候係興趣呢，佢都有興趣。對，因為呀，地度看得到動到，比如講從佢做嘅呀。這個叫什麼？這個竹籃，客家用嚟講，從按用嘅籃嚟，佢地部係動到絲嘅，係下絲嘅，做乜嘅叫佢下絲到地度？有從係喜字啊，就會有你結婚嘅時節啊，佢就會送給有喜字的竹編按用。對，不過我看到這次的東南，杭州的因為像今年豬年，杭州的編做一隻。對。如果一下幾件當時有看到有人做按用嘅工藝嘅，佢喺70歲嘅時節才開始，人生70才開始，就是在說他呀。70歲才開始做呀竹編，就做得做到按好。韓國地度還有那條工藝，知道再個做得同大家來了解一下。還有，是不是很難？因為太多很棒的了，比如講打鐵好誒。打鐵，對，還有我感覺嘅木作石頭也動鐵片，因為佢要用奶漿啊，還係乜嘅去塑形，對，再個去鋪一層一層嘅紙上去。石頭真件係用到幾件東西用嘅，還卡唔是講做。不過佢還有傳下來係流明拳，就是打拳那樣子。
还可以打拳。就会用石头表演啊，还有跳歌传下来嘅。你下期也有传言。就係佢係來嘅，當好，古時候唔但唱老也條公益本，還較多人認識，還發現佢也條咩有傳言咯，也條公益唔可以食材。唔過佢每日一本書按精彩，咪愛送本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是愛按復起來咧面書嘅問題吼，就係地度有幾多少內容，幾多種行業，就有機會拿到一本書，客家基金會特別送5本哦。古時候大家愛多多支持，多多留言，咩什麼佢每日聊太極，韓國人哋來到節目當中，謝謝。什麼？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了。